好来，乡亲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新闻。来看这个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鲍坤琪、洪亚廖，这个2024的大选有提供到竞选小物，和国民党的候选人，这个人是1万份的收容组。网红四菜鸟指控着立委徐卡心，讲伊政治现金的效，并无看到这条钱，质疑又有这个不实的申报。徐卡心回应讲，当时伊有就网来比计较。因为金额甲规定的30块真挖近，惊有风险，所以并无当作是竞选小物来发放，当然就无列入到申报的记录。各种款式涉水收容组内底有真假真啊，甲消息人。国民党立委总调鲍坤琪选前送这物件，或者拿下立委候选人被指控的，唔但有买票问题，也有负责的厂商建天下公司。背后的资源敢有重重介入？透过发送这些竞选小物、修容组啊、帽子等等的，来取得立院总召的这个位置。战天下这家公司到底它的资金来源为何？到现在还不敢公开，其中必定有鬼。媒体人运拢东到北检去告鲍坤琪以及建天下公司负责人苏义顺，希望讲由司法来调查清楚。网红四菜鸟嘛讲，大部分的国民党立委的政治现金的申报，平均1份的收容组28块7，无超过30块的规定。不过徐卡心的政治现金无看到这笔钱。因为当时我连发12块的寿面都被剪掉盯上，然后说我疑似贿选，所以这个可能到20几块的这个边缘，那我就觉得说呢，参与团购很好，但我没有要让它作为我的竞选小物。徐卡心解释讲，这不是鲍坤琪送的，是大家做伙买家己开钱的。好讲讲，不是用伫选举时阵来送的，当然就唔免申报。律师是讲，那是免费处置。国家讲有付钱，嘛有伪造文书的问题。如果说今天每一个立法委员的选区的人数都不一样，有可能同样购买同样数量的竞选小物在自己的选区吗？因此，我们合理的怀疑这些竞选小物都是傅昆萁所赠送。这个就是我个人先去买下来的东西，是为了在选后之后呢，那发给民众用的。如果有哪里不合法，检调都可以去查，我们是问心无愧。这件收容组之乱，恐惊袂遐紧就散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